大家好，我係講起 APMG 嘅 Joseph。想擁有一台經濟實惠又能滿足晒你日常需求嘅電動轎車 ，Ion ES 可能就係你嘅答案。免一換一，131300元就可以用一架中型嘅電動房車，令到大家擁有電動房車嘅門檻大大降低。ES 唔止價錢細，空間更係抵食夾大件，車長4.81米。車軸距更加係達到2750，所以佢前後排嘅空間咧係直逼豪華房車嘅。全平地台嘅設計，再加上後門開啓嘅寬闊角度，令到老人家同小朋友上路都覺得方便㗎。後拍鏡頭、後排冷氣出風口、雙區恆溫冷氣、Apple CarPlay、PM2.5 filter 呢啲都係標準配置。尾箱空間超大，滿足大家嘅出行需求，續航達到442公里，城市代步綽綽有餘㗎。Ion ES 唔單止係性價比之王，仲係你照顧全家嘅智慧選擇。係時候開啟你嘅高性價比電動出行生活，快啲嚟親身體驗下啦！ GAC APMG